珠海隔離嘅坦洲，千祈唔好買啊！嗱，邊個買咗咧就邊個後悔啊！買咗坦洲嘅業主咧都喊暈喺廁所噶啦。點解啊？珠海嘅中介同行都喺度詆毀緊呢個地方咧。嗱，今日咧我用幾個數據嚟總結一下，睇完咧你就知道啊，坦洲買樓咧適唔適合你？嗱，廢話唔多講啊，直接入正題。首先咧，坦洲係屬於中山最南部一個鎮區啦。2023年咧，中山全市各鎮啊，24個鎮區咧，人口係441萬噶。咁其中第一名咧係中山兆南啦，51萬。第二名咧係坦洲啊，將近40萬人口啊。但係咧，坦洲本地嘅居民咧只有3萬幾人嘅啫，其餘30幾萬咧全部都係外來人口啊。咁其中咧大部分都係珠海返工啦，或者係香港、澳門嘅朋友啊。咁如果話你最近想喺珠海買樓嘅話咧，一定係避唔開坦洲呢個話題。咁點解咧？嗱，首先係坦洲佢嘅地理位置咧係佢嘅優勢嚟嘅。咁東邊啦同埋南邊啦都係被珠海市區包圍啦。咁距離啊拱北口岸咧最近嘅地方啊只有唔到7公里嘅啫。咁開車咧都係18分鐘啊。咁呢個距離嚟講咧，比好多啊珠海市區以外嘅區域啦，例如房家、九門、金灣咧，以上呢啲區域咧距離都要近好多嘅。咁再嚟講下樓價啦。咁首先喺珠海睇過樓嘅朋友都知噶啦，珠海市區近年嚟咧可以開發嘅土地咧係已經十分之少噶啦。咁香洲區啊優質嘅新樓盤咧係屈指可數啊，大部分咧都係3萬蚊起步啦，部分甚至乎要去到4至5萬嘅單價。咁坦洲咧係分為咗南部同埋北部啦，南部因為旺區啊人口更加集中啦，距離珠海市區啊更加近嘅。咁新樓嘅均價咧係15000左右啦，咁只有珠海市區啊唔到一半嘅價錢嘅。咁坦洲嘅北部咧係因為缺少人氣啦，大多數都係8000至12000左右嘅單價啦。咁換句話嚟講啊，只有珠海1/3嘅價錢嘅啫。咁點解啊？坦洲一直都俾好多個珠海中介同行話唔可以買咧？咁首先咧係外部環境啦，嗱，坦洲啦作為中山最南部一個鎮區啊，一直咧都係以發展農業為主嘅。咁因為啊係靠近珠海啦，近呢10年嘅時間啦，第一個樓價比珠海低啦，早期係吸引咗大量嘅外來人口啊，導致呢度嘅交通壓力咧係十分之大嘅。咁教育、醫療等等嘅配套咧又跟唔上啊，加上咧缺少前瞻性呢個規劃，咁所以啊喺珠海市區去到坦洲嘅話咧，你會感覺啊係城市去到農村一樣嘅。但係咧呢幾年啊，得益於大灣區嘅發展啦，係令到本身已經躺平嘅坦洲係大力發展交通嘅。咁已經開通咗嘅坦洲快線啊、香海高速咧，係更好咁樣提升坦洲嘅地理位置啦。加上正喺度建設緊嘅坦洲大道啊，亦都更加拉近咗橫琴啦、南灣呢啲富人區同埋拱北嘅距離嘅。更好咁樣提升呢個通勤效率嘅。咁加上啊坦洲嘅優越城嘅商圈嘅開業咧，亦都同坦洲增加咗唔少嘅人氣噶。咁我個人咧係認為啊，如果你預算唔多啦，係100萬左右想買套屋自己住嘅話咧，或者想100零200萬想喺坦洲啊買個改善型嘅大型社區咧，同時可以接受到佢個外部環境咧，坦洲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嘅。嗱，咁我喺呢度都講句題外話啦，喺珠海咧一套價值300萬嘅樓啊，出租年回報率咧係1%嘅啫，但係咧喺坦洲100萬嘅樓啊，年回報率咧係接近3%嘅。咁如果話你睇完成個視頻咧，都唔知道應唔應該買咧，可以同我深度交流一下嘅。我個人咧係總結咗啊，坦洲所有樓盤嘅資料啦，包括樓盤嘅優點同埋缺點嘅測評嘅。需要嘅朋友咧，可以點擊視頻嘅左下方免費領取翻屋企睇下嘅。我係 Evan，關注我，做一個敢講真話嘅地產佬。